申請 Compass Visa 快批貼士。網上申請咗 Compass Visa 之後，如果你係現有信用卡客戶，資料冇變就唔需要遞交證明文件。但如果你係新客戶，我哋需要以下3項證明文件，記得盡快交齊文件，方便我哋處理你嘅申請啦。1.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副本。如果你唔係香港永久性居民，就需要提供香港身份證同埋有效嘅護照副本。身份證副本要連簽名，用智能手機影低嘅時候，記得對焦，俾我哋睇清楚姓名同身份證號碼。要避免太光或者太暗。2. 個人住址證明，我哋需要2個月內嘅住址證明，而證明上嘅人名要同申請人同身份證上嘅姓名一樣。有效嘅住址證明包括電費單、銀行月結單、差餉通知書、信用卡賬單等等。3. 入息證明，如果你係固定收入人士，你可以提供最近1個月由電腦編印嘅糧單，或者有顯示最近1個月薪酬記錄嘅銀行月結單或者存摺。記得要提供埋有姓名同賬戶號碼嗰頁啊！薪俸稅單都冇問題，但要注意手寫糧單係唔得㗎。如果你係非固定收入人士，例如做經紀嘅朋友，你就需要提供最近3個月由電腦編印嘅糧單，或者顯示最近3個月薪酬記錄嘅銀行月結單或者存摺。記得要提供埋有姓名同賬戶號碼嗰頁啊！遞交方法，最簡單嘅方法係直接喺網上上載文件，而每個上載文件一定要細過2 MB。透過傳真，號碼係29047836，郵寄俾我哋，或者親身前往各分行遞交，交齊文件，咁我哋就可以幫你加快批核 Compass Visa 啦。